波咧就係列特利啊，威爾斯嘅球員入波，咁啊以為佢同祖伯合作啊，今次唔係喎，啊就係大家留意韋定咸嘅時候咧，就諗住睇埋祖伯啦，原來唔係，今次突然間咧就見到列特利啦走前，咁啊韋定咸呢個傳送咧都好道家，啊中場韋定咸攞，跟住俾翻呢個列特利，兩個球員就話列特利俾韋定咸，啊韋定咸跟住再送翻標準動作，咁呢個黑池嘅防守有冇問題係咪？都係嗰個球員啦，巴力斯迪啊，跟列特利跟慢咗啊，咁啊但係其次我啊覺得一樣嘢又係黑池嘅守門員，我覺得基哈斯即係喺我角度睇就唔應該咁早出，因為個波始終都係向外，即係好似上一場波有一球波係一模一樣，其實唔需要出，你出即係話其實就叫咗列特利咧就空門，只要你諗住埋去封個位，其實你封唔到隻定空門。反而你唔出，我相信呢個波其實個角度都可以窄，因為佢去到嗰位咧就你話可以勁射嘅機會唔緊，除非要攞轉翻身先勁到射。佢第一時間都係側埋嘅啫嚇。因為個波始終係向外走緊啊嘛。咁如果你唔出嘅話，即係除非佢射得好靚，射遠處死角，咁就冇辦法啦。咁但係你一出咧，佢其實就話，總之我射過咗你就已經有空門。同埋亦都當時咧係有隊友咧包緊埋嘅啦。好啦，呢次嘅進攻又如何咧？啊，卡迪夫城咧都幾硬喎，呢隊球隊啊，打咗輪劣勢波，咁啊突然間嗱，佢其實入波之前係好翻啲啫，但係唔係話好到咧係個勢喺翻佢哋嗰邊嘅喎，咁啊都係咧係磨住咁樣，就突然間就呢佢係好即係好個人化，兩三個球員去打嘅啫。你黑池今日咧就打得幾好嘅，6、7個參與進攻，猜下嚇，有隊形踢啊！咁你睇卡迪夫城唔係啊，但係咧有效果啊，就係咁樣又入到波啦，2-1。呢個希望又重現啦！卡利夫城嘅球員頭先嗰輪就真係劣勢啊！查理亞當轉翻中間，和漢再轉右邊，高文都係回翻俾和漢啦。黑池都幾有耐性啊！好執埋嚟，心口照順，右腳扯埋嚟，靚波中柱，唉陰公啊！咁啊再搏前咧又唔掂，咁啊只係變咗角球啊！啊，今次咧係陰公啊！泰來費查都好靚啊！呢球波嗱，深啱噶啦，泰來費查右腳一扯。唉，唔係話個波唔使話好有力啊，但係個波咧其實角度都好刁鑽，腳面界一界個波，唉，就係呢條柱咧係救翻呢個卡利夫城嘅命啊！黑池真係有啲唔係幾好運啊！呢個角球又如果守完出晒，竟然打空，唔係嘛？好咗夠高再攞，又係負到門，最終咁樣撞埋入嚟，哇！犀利啊！2-2啦！呢球波咧就係由呢個泰來費查終於係佢搞掂。但係呢個過程都峰迴路轉啊，龍門都撞幾次㗎啦，偉文啊！咁啊，呢個波真係咧峰迴路轉啊！卡利夫城我就覺得即係卡利夫城嘅守門員大衛馬素爾啊，其實應接高波嘅能力真係幾差啊！又打唔到啊呢個波，雖然話擋到第2下，第3下後衞幫佢頂到，但係第4下就頂唔住啦。呢下最啊！呢下最反應講到，呢下就救到門，但係冇啦呢個波啊！呢場波佢已經唔係第一球波係咁㗎啦，之前呢有一球亦都係打唔到個波。好關鍵啊！第一下出嚟咧，即係做得唔好啊！呢個波過埋你啦，但係呢個都要讚呢個泰來費查喎，佢冒住俾你踢嘅喎，嚇3個人喺度，隻腳舉起咗㗎啦，佢都成份咧冇縮啊！你話如果有啲即係驚一驚咧，縮一縮咧，可能咧會頂名或者撻一撻頭啊！佢就唔係啊，有你冇你，你咪嚟咯！情願俾個頭你踢啊，嘈咁咧冚埋嚟，哇好睇啊！2-2啊！上半場4個入球，哇！真係勝負難料啊！偉文呢場波真係啊！如開賽之前所講啦，其實雙方面嘅後防都係麻麻地嘅啫，即係進攻方面就唔錯。咁啊，好快啊！上半場就已經4個入球啦。咁啊，睇下呢個波又會唔會打陣咗卡利夫城啦？我仲啱啱諗緊卡利夫城入咗波，可能個即係形勢會比較好啲，即係班球員可能會信心大咗。咁啊，因為之前一個撞牆已經令到班球員咧，即係好似醒咁啊！再攞到個入球，諗住再醒翻啲啦。點知轉頭又輸翻，2次都保唔住啊！即係領先嘅優勢好快俾人追平啦。好啦，大力咗啦，咁就想完出嚟。咁啊，馬素爾咧，女士就係頭先話啦，出嚟第一下咧，佢完全嗱，佢6尺3有晒身材嘅優勢，同埋個波高出嚟咧，佢個判斷出嚟一定要打中，龍門出嚟呢啲波打唔中真係好類似啊！呢個就係最典型啦。佢一早咧將兩張波手錘打出去咧，根本
知唔會有繼後嘅事啦。好啦，又追埋嚟，守門員又到啦。今次咧又係後上嘅塔雷費查咧係逼埋嚟啊，但係冇用啊，堅尼地咧食住個位。何路維2度落後，2度都係咁快追平，真係好難得啊！咁睇嚟黑池球員真係好有信心啊！呢個卡利夫城真係冇佢唔收啊！係咁咧，係捏住兩次都咁快追翻平。卡尼尼又對上啲少少先，中間有人埋嚟幫手，都喺佢搶都係俾錢喎。金寶再撞呢邊，冇啦！呢個波咧係值得滯啊！個位置咧就送落，諗住送俾個奧米洛特嘅，咁但係比較直。好啦，馬素爾發揮佢大腳本色啦，大夫宗師咁啊，成日咧都企出嚟噶啦，睇嚟佢都真係好無奈嘅樣啊！哇！呢次咧翻轉頭又俾人咧擒翻，呢球點咧吹罰啦，吹咗。咁上半場俾咗接近完成階段啊！咁睇嚟2-2呢個戰果，作為球迷咧就梗係賞心悅目啦。咁作為雙方球隊，其實呢個打和咧上半場咧都算係合理㗎嚇。算合理，即係雙方面亦都有2個入球啦，亦都大家各中一次援處啦。咁啊形勢方面就黑池比較好啲，咁啊但係咧因為即係我諗最主要個原因咧就係卡迪夫城嗰個9號啊古夫萊特啊，即係開波早段已經係傷出，咁啊對佢哋嘅影響比較大，所以咧踢落去就黑池係比較放啲。咁但係你話戰果2-2咧，其實雙方面暫時合理嘅，咁啊睇下會唔會就咁呢個比數咧就完咗半場先。咁啊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就仲有機會㗎，因為始終雙方面都踢得好放下，後防方面亦都好唔穩下。咁啊有機會咧喺半場之前咧仲有入球。好啦，馬素爾將個波帶佢踢喺前邊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冇咗高波。於是單位睇下邊個好力啲，foul應該犯規係咪？冇錯，頭先吹罰咗。咁啊，其實卡利夫城應付攻波嚟講係比較弱㗎。你其實諗翻起上一場波，佢對住李斯特城，其實佢面對住李斯特城嗰個前鋒咧，10球波有9球佢哋都唔夠嗰個前鋒力。咁啊，可想而知佢哋個後防嘅中間嗰個頭槌係比較弱。咁啊，再加上守門員原來即係馬素爾對高空波方面亦都係比較怯㗎。咁變咗而家啄埋佢嘅話咧，就後防真係好混亂。哇！打埋嚟巴迪斯迪頂翻出嚟，呢邊一頭頂翻埋，好啦，打下點啦，頂咗落嚟。好嘢呢個波，飛到左邊，係冇㗎，壓咗直線。哎呀，爭少少嘅廢柴，而家咩啊？係咪？唔係，無控，咪自己去交翻後邊啦。轉嚟右邊。靚下呢個波啊！挨翻鬆啲先，高文，今場高文上嚟嘅效果冇上一場咁好啊！呢球波會唔會？呢個撞牆會唔會？哎呀，揀你起到佢啊！哎呀，先嘅，仲有，搞掂！喂，真係咧，即係有時就唔到你唔信邪，兩個波都係咁樣。剛才2-2嘅波係咁，3-2呢個波亦都係咁啊！糊碌碌喺中間係咁撞下咧，大家都會流晒嘅。金寶已經唔夠位射個波，推橫咧唔夠腳長射個波啦，係唔夠腳長 miss 咗個波啦。嗱，高文掠埋嚟先嘅嚇，嗱個波金寶自己嚟嘅金寶射唔到打一打，哎呀點不知落咗呢邊咧，後邊個奧米洛特咧喺度抱住，奧米洛特我哋比較少講佢名上半場，但係呢球波就見奇功啦。最慘呢個波咧就係呢個金寶射唔到，但係咧堅尼地啊2個卡利夫城球員咧就當佢射出個波就瞓晒身去截個波，就係咁樣類似。如果佢話唔係瞓晒一截咧，就自俾人右位褪翻個右邊，就佢成個人瞓咗度，根本都翻屍無力啊！個波碌咗過嚟咧，就俾呢奧米洛特咧快腳咧係篤入啊！即係時咁啱得咁巧，如果金寶呢個波射得出咧，未必入喎，兩球瞓晒度可能生到個波啊！即係如果呢個波金寶係真係交過去咧，咁就真係幾靚啊！呃晒咁，但係呢個波其實就真係有少少幾趣怪啊！佢推甩咗少少，推甩少少。但係佢射個波，如果佢掂唔到個波咧，個波未必到，又未必到，掂到少少就撻咗個。啱撻，有時即係合波有時啊，咁啱得咁巧啊！唉，總之咁啱得咁巧，又導致你本來喺2度領先之下，而家咧就第一次喺呢場賽事咧落後啦。哇！上半場原來喺度保持仲有波入3-2，真係始料所不及啦！會唔會3-3啊？哎呀，會啊！真係啊！越位啊！慘啊！我嗌住
3-3，一個咧旁證之奇立即舉，咁當時其實睇落咧都係有要嘅嫌疑啊！呢個比迪克，不過呢個波係邊個線頭咁解啊嘛？係啊，啱啊，應該係藍衫線頭，藍衫線頭。早拍啊，係嘛？唔係喎，唔係早拍喎，喺後邊有球員咧係線頭。咁啊，呢個比迪克咧喺後上諗住入分球，真係以為3-3嘅時候咧，睇下呢個波啱好。真係熱，一頂過下月，呢個比利卡走快咗少少，咁但係亦都嗱冇得怪，因為如果佢唔係走快咗嚟呢個位咧，個波佢亦都唔到嚇，咁所以冇得恨啦。好啦，咁啊上半場咧真係峰回路轉啊，3-2嘅戰果，咁啊憑住呢個奧弗洛特啦、泰萊費查啦、查利亞當啦，3個球員咧係攻入3球，咁而卡利夫城咧雖然咧祖柏同呢個列特里咧都係入翻1球啦，咁但係相對之下咧3-2嘅戰果啊，黑池暫時咧喺上半場領先嘅。我哋唞唞，咁翻嚟同大家咧再傾傾呢場咁精彩嘅賽事。究竟邊隊會入下一球？喂，即場下一隊入球，而家有得玩啦！哇，足智彩，陪你邊睇邊玩。衛訊擁有一站式 Trade-in 服務，仲有免費嘅軟件升級同技術支援，等你零顧慮換新機。嚟衛訊買 Nokia 手機送手塚治蟲精品，仲有阿童木系列手機主題同雕刻服務送俾你。嚟衛訊，你 trade 得起。考試殺到你！有葡萄式 extra 子彈配方，葡萄糖直衝大腦，爆發 A 級腦能量，表現 extra， 葡萄式 extra。決戰一觸即發，挑戰深層恐懼。嗜血 DNA Online 5月20號破禁公測。我阿 Jam 中意行街 shopping， 中意 send SMS， 仲中意唱 K， 最中意靚。哦，中意白兔牌暗瘡膏，冇暗瘡，中意乜都得。音色爭啲喎，點算呢？ CD 碟轉動會產生抖動，可能令音色失真。用 CAS 數碼音響播放，可大大減低抖動，音色就更 perfect 啦。Think Technology, Think Fortress。睇下你班友點入嚟。喂，兄弟喺呢度攝入去啊！哇，好舒服嘅，同我哋出差埋添啊！唔晒乎你哋睇睇先。哇，六角散啊！哇，呢度六角散添啊！細菌病毒點夠揮？咳嗽還痰冇得留低，龍角散夠喉，有聲咧慢慢卡拉 OK。生活當中應該沒有比這個更認真的事情了，就是對於自己的一個創作。電影其實只不過俾觀眾一個提示，而通過電影入邊導演俾佢嘅提示，去發生一個化學作用。其實係不斷喺個戲劇當中學習，但係點解會有戲劇咧？點樣有生活？零距離觸感，全靠杜蕾斯 SensorFit 技術，超乎想象嘅貼薄，表現梗係攞滿分。全新至尊超薄貼身裝，好快翻，自己乖。